还记得无？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啊，你讲的啊。好当家，你有看到其他帮你欺负啊？你不要再欺负他们了啦！洛夫啊，来啊，是不是？快点拿下来啊！下来，哑巴做事情都一样啊。有吗？我哪里丑？你全身上下都很臭，你身上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。你一靠近我，我就想吐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先回去啦。你一定要来哦。就可要寄养家庭的迄伫那片，迄讲伫配杂好去哦，迄可能就真正会转好的。我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何东强落魄到要跟他前女友借钱办婚礼。小声一点。我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何东强是一个骗子，你知道吗？何东强是一个骗子。他是骗子，他是骗子。是一个骗子。老实讲，我觉得你这样其实还蛮帅的。为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？我觉得自己好蠢，心好痛。后悔了吧？没有，因为你还爱他，你报复的是一个你爱的男人，你当然觉得心痛啊。爱一个人不是应该无条件为他付出吗？你懂不懂啊？所以呢？所以我不爱他。你不爱他？我一点都不爱他，就不爱他。那你就是不甘心喽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8年的感情输给一个8个月的，是他说要照顾我的。哇塞，8年，我还能有几个8年？我付出这么多，到最后嘴巴一脚踢开。不要再喝了啦。感情不能这样计较的。对，我是在计较，所以我不爱他。哎，你还好吧？我走不动了。啊？我走不动了。你背我好不好？背你。背你。哎。去那边。小姐。哪里呀？去哪里呀？晴晴，晴晴呢？不知道啊，刚才来这里啊。喂，你知道哪里可以坐计程车吗？你是这场婚礼的招待吧？嗯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你去跟何东强讲，我不嫁了，这个婚礼取消。哦。喂，哎，你应该是他的好朋友才对吧？应该是吧。婚礼都取消了，你怎么这么冷静啊？结不结婚是你自己的决定，你才是新娘，不是吗？也对。你认识他多久了？应该有18年了吧。那你应该知道他以前杀过人吧？其实东强对我很好，我也知道，但是因为自卑吧，
他从来不会跟我说他台湾的过去。但如果结婚了，我有权利知道他的过去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跟我来。这里就是秘密基地哦。笑什么啊？你们好蠢！什么蠢？天真，天真好吗？所以你们就真的15年没见哦？骗你干嘛？为什么？哪有为什么啊？朋友不就这样吗？见就散啦。而且后来，我爸妈把回收厂都移到印尼之后，这里慢慢就变成你看到的这样。小婷啊，哎。没事啦。哎，这很脏哎！坐啊。哎，不会啦。你要不要垫着啦？不用啦。哎呦，可是啊，那么久的朋友就这样失联了，可惜哦。哪会啊？朋友不就这样来来去去的，有些会留，有些会走啊。是小时候的朋友，比其他时候的朋友还要更真诚啊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吗？哎你不觉得吗？我问你一件事情哦，哈，假如今天的婚礼真的因为你搞砸，你会不会内疚？不会，他活该。你真的很恨他哦。他自私又不成熟，谁嫁给他谁倒霉。我跟你讲，在你心目中，东强可能是没有责任感又自私，可是在晴晴心里，他是体贴又有肩膀。我跟你讲，而东强对他老婆可好的嘞，100依100顺。你是说会分手，责任都是因为我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也不全然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会分手，搞不好就代表你们真的不适合嘛，不然怎么会给他机会跟你说分手呢？你谈过8年恋爱吗？怎么可能啊？8天就要偷笑了，8年嘞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个秘密，你不跟别人讲。其实，自从我刚刚跟你讲那个国中的校花要拒绝我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心里好像有障碍。我跟人家谈感情，好像我不知道。所以你等于是没有交过女朋友？也不是没有交过，我有交过，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交往。所以你今天会碰到那个校花，会来啊？哦，哎，你觉得我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我跟你讲，我每天去健身，我每天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，我就在等这一天。我要让他觉得后悔。笑什么啊？哎呦，我听了你的笑话以后，我觉得好多了耶。
哦，借钱给前男友办婚礼，其实也没有那么蠢啦，比你好多了。哎，小姐，我跟你讲我的秘密，把它当笑话，这一点都不蠢好吗？我一点都不蠢，我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，我一点都不臭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好香，真的，你很香。当然好不好？这是我新买 Dior 的香水，不想拿去退货。所以你们小时候都会来这里吗？这里有你们所有的回忆，好的坏的都是吗？对。那女的也在上面，我不想上去。你不是想听东强的故事吗？丫头因为落亚呢？我带亲戚来看，你以前3000颗嘅秘密遗体，顺沙想要老伊讲一个故事。吉林岛诶，故说我带起来要休息一下，不是休息，对，休息一下。结婚了。不结婚还是要还钱哦。你这个臭婆娘，不要脸的！三嫂全部就来了。晴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前女友喝醉你就来，你现女友你就不用管了。你是不是比较关心她？在讲什么啊？我关心的是我们的婚礼，好不好？对了，拿了钱就不用管我啦。好了啦，我们还有场婚礼要办哎，现在赶快回去吧。你等一下，他有个故事跟我讲，他讲完以后，我再决定嫁不嫁给东强。故事。家己咧愈晓讲，金上结婚的，因为因咧吃日饭，我带佢来了，落去讲。我正喺吃日饭。家己咧愈晓讲，金上结婚的，因为因咧吃日饭。我带佢来了，还要留佢讲，我正喺吃日饭。其实，爸，我还忙去亲爱妹，但妹就来亲爱，就得阿琼出事情给你走神。哇，长这么高哦！是你妈啦。你爸有在吗？他出去了。好，进来，进来。好。进来。
智慧，你爸有给你吃饭钱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多少？ 2、3千。去拿给妈借一下。去了。好啊。智慧，妈有点事了，你知道你爸的随者印章放哪里吗？我不知道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妈先走了。好。妈，你要多少钱5万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我自己看着办了。待会你爸回来，不要告诉他我有来过哦。好。啊，我走了。好了。哎，你们怎么迟到？哦，领了奖状开始偷懒了哟。没有了，对不起。快点啊！都迟到了，动作还不快一点？走了，走。慢吞吞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去前面。小心一点班啊！好，1、2、3。哎，出点力吧，又不是第一次搬。喂，你们小心一点啊！轮椅要是摔坏，你们赔不起啊！好，对不起啊。几个外劳笨手笨脚的，哼，搬那点东西又不会，搞不懂你们到底有什么用哎。他家一定很有钱，看他那轮椅知道。又怎样？他又不会只能送给你。那可不一定。哎，停啦！你如果要跟我一起进男厕，我也不反对啊。哎，胡智慧，我要大便啦。好啊。我来啊。每个都一样的笨，一点脑袋都没有。哼。哎，胡智慧啊，你是外劳辉，周小燕嘞是外劳燕，何东强就是外劳强，潘旭初是外劳初。哎，我看了你们几个可以组一个外劳工会。哎，在学校啊，专门当人家的佣人，说不定还可以赚外快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小心我一点好不好？哦，等一下你要害我受伤怎么办？我在外面等你哦。啊，废话，不然在那看我大便哦，变态。你们要干嘛？不要废话，我们走就对了。我们兄弟最近很缺钱。你找错了人，我没钱。是你金主很有钱。谁是金主？阿松啊，不然还有谁啊？他肌肉萎缩，不能走路，已经很可怜了。你们不要再欺负他了。我们没有欺负他，只要你好好合作，什么都好谈。还可以算你一份。你只要帮我们把它藏起来1天，随便什么借口都好，剩下的我们来处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跟阿松他妈调点钱来花。绑架？什么绑架？就说调钱的，不一样啦。我不要。5万。
什么？事成之后，给你5万。就算你爸的兄弟。哎，何东强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哦，没有，发烧有点不舒服，跟老师请假。哦，那你还好吧？哦，我爸跟我妈就是吵架啊，书都读不完了，干脆离婚啊！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啊？老师在点名呢，还不快一点？哦，好啊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带我去上体育课。不好吧？到时候被球打到。不要找借口了啦！你们是不是电梯坏了就不想帮我搬？而且，如果你们带我去上体育课的话，这样你们就有迟到的理由啦。好吧。钟国强，是不会来帮忙哟，还坐着。好啦，我来帮忙了。胖子明明就不想上课，装什么爱运动？所以你该不会为了你妈妈？唔要答應佢哋喎。有冇可能？佢用時係唔想講愛留阿全天數嘅，兩個月麼？係天數是有天數1年，咪係冇可能答應啦。我了解，係講為到阿妹，阿妹不會答應。可这是绑架哎，重罪啊，怎么可以？唔錯啊！照時間來看，唔見咩行忙做嘅就出事情嚟啊！我冇答應佢哋，唔過。暂停一下啦，我绑一下鞋带。哦，绑什么鞋带啊？岳南辉，现在帮我抬啦，不要管他了。麻烦。哎，抓下面一点啦，你们。我数1、2、3，这才。你们快一点好不好？体育课过一半了，快一点啦！伫家用事，迄讲会较专心在位，无影响到眼皮事情。其实，我还有机会做点来电去，阿强就没死，佢就没死。故事，阿强迄个开始，迄个开始。傅子飞，此年的事情，真跟老东强没关系。东强，对不起。阿強嘅事情根本就係意外，老媽你就冇相干。傅子飛，你們是7加1啥，可全部計這意外。真嘅，唔是這個答啦。这件事情可能是你。子飛，事情真經過踢東久誒。晴晴，我的故事说完了，你现在可以决定要不要结婚。傅子飛，一咩全部人嘅唔錯。子飛，晴晴，所以可以继续回去婚礼了吧？阿强应该开始的，真跟老东强一点的关系都冇。傅子飛，你做得來嘅事情不用考慮冇？
你上一开所有的事情都带有那个好处呢？好啊，也我来讲的嘛。他把这类事情讲出来啊，不是经常也看事情，因为也没看以外，我其实係有機會做得糾結嘅。我將出事情嘅建議走順，我卡做到搞不卡。潘同学，阿姨好，早安。早。怎么今天只有你啊？其他人嘞？不知道哎，他们可能睡过头了吧？这样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麻烦你记得，午饭之后哦，一定要叫阿松吃药，他咳嗽好久都没好哎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为他吃药的。谢谢。我才不要吃药嘞！随便啦，反正咳嗽的又不是我。好了，妈，你赶快去上班啦。反正越南会他们等一下就来了。同学，谢谢喽。阿姨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古虽然特别很赶的假去上班，阿松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还你钱的。白痴哎，干嘛买那么贵的礼物送林如云啊？他不会喜欢你。你又知道他不会喜欢我？我就是知道啊。拜托，像林如云那么漂亮的女生，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种捡垃圾的外劳小孩啊？林如云是我的女神，我送什么要你管？就算你送她礼物，她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啦。我相信我送她礼物，她绝对会跟我在一起的。哦，不可能啦！哎，对了，我告诉你，你除了要还我钱之外，不要忘记你答应要帮我做那件事情哦。啊，会被抓哎。那就不要被抓啊！还有，就算你被抓到，也千万不可以跟别人说是我叫你去做的，听到没有？可不可以不要？好啊，既然你不做的话，那钱就还我啊！不是啊，我是说，反正你不做，钱还我啦，还我啊！好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们怎么迟到？领了奖状开始偷懒了呀？没有了，对不起。快点啊！都迟到了，动作还不快一点？走了，走。慢吞吞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去前面。小心一点班啊！来，1、2、3。力呀！小心一点啊，你们又不是第一次抬，这不行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轮椅刷你们赔不起呀！对不起。一群外劳笨手笨脚的，搞不懂做什么，一点小事。我就伫唔用火案做到。我记得今日早晨我到阿仲业务下的时间，就唔留佢2、3日的嘅。叫人来讲条件，古素汉特别很咸的假去上班，迄讲要看你按339前后，根本无想留去天数。唔迄讲我加钱，老外条讲足好的啊，亲记做嘛该喏。唉，佢佢嘛个条件，叫我去偷翕。偷拍？拍什么？翕比中夜洗妹洗神。那你有拍到吗？当然冇啊！慢慢翕翕嘅就出事情呢。那其实係有機會做得糾結嘅。暂停一下啦，绑一下鞋带。哦，绑什么鞋带啊？越南会，现在帮我抬啦，不要管他了。哦，麻烦。哦，快一点，抓下面一点。我数1、2、3之后抬起来。你们快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很慢呢，还要快一点啦。不过上海就会给1-2秒的时间。可以用时，新冠都有2隻上人人來講，一隻上人人來講，叫熱天嘅，那天嘅成日糾結。不過人家上有人來講。迄講佢跌下去，唔就唔是頭翕的啊！冇聽錯，連錢就唔是還的。我咩條是冇糾結的，
就我伫想要用的做伙事情，我就付唔出去救济的。那其实，还有机会做得救济的。没有人怪你啊，那只是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无关吗？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跟你无关吗？是我错怪你了，对不起，东强。真的跟你没关系吗，何东强？出事时你也在现场吧？交往8年，你提都没提过这件事，为什么？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也有话要跟大家说吧？来讲，我今日考试动刀，我根本付唔差准批。我说今日早晨，我就老欣赏抢架。体育老师说去操场集合，快点去。打球！打球！打球！哎，快点啊！好啊！你们2个也是，快点。周小燕，你怎么还不去啊？我头有点晕，我想要休息一下，不然我等你好了，我再跟你一起去好了。可是今天换你拿球哎。是吗？是啊，上礼拜老师说的啦。快去啦！哦。何东强，你在教室里过来推我哟？好，来了。哦，来，你刚刚在拍什么？啊，我没有拍什么。明明就拍考卷，还说没有。拜托不要跟老师讲啊，拜托啦，求你。哼，原来你的成绩都是靠作弊得来的，难怪嘛！我就在想。像你这种外劳小孩，怎么可能功课那么好？原来都是用这种烂招，真不要脸哎你！不过你要我不跟老师说，也是可以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可是什么啊？可是我从来没有考过第1名，所以我想要你帮我。但是考第1名好像会被人家怀疑，考前10名好了。只要我考前10名，我妈一定会给我很多钱，还有一大堆的礼物。我要你在你的考卷上写我的名字，我在我的考卷上写你的名字，这样不就是最后1名？不可能啦！哦，好吧，那我只好去跟老师说何东强作弊。不要这样啊！不要跟老师讲啊！哼，好了，先推我进去再说吧。好。那要不然我请你吃牛排啊，还是请你喝什么？曾国强，想打发我没有那么容易啦，我告诉你。那你要多少钱嘛？我跟我妈拿。我不要钱。那可是不要可是了，你赶快去查答案比较实际吧。这边废话什么？哼，谁叫你要被我抓到？是你自己活该。你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话，
对你会比较好哦。哎，何东强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哦，有点不舒服，发烧，我跟老师请假。哦，那你还好吧？哦，我爸跟我妈就是吵架啊，书都读不完了，干脆离婚啊。来车动散人，就迄上位变到第1秒。毋过我无想到，我从真紧当国无，而且上到刺家都毋管骗人无用的。故说佢跌到嘅时节，我离佢清开。很慢呢，还要快一点啦！我有机会做得救佢，毋过我唔想。亚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其他长错。不过我没想到佢会跌死啊！我那时候心里面只是想着，我偷拍考卷的事情不会被发现就好了。如果阿松也忘记这一件事情的话，那就不会有人知道我偷拍考卷了嘛。哼，原来你从小就这副德行，你的虚伪倒是始终如一，从来没有变过哎。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。连婚姻也可以拿来利用。你在讲什么？娶了你，他马上就可以升官了，不是吗？东强是靠他自己努力，好不好？是吧，东强？何东强，自己说啊，怎么不敢说话？当初所有人都劝我，不要让你去上海，你一定会劈腿。我就是不信，还傻傻陪你去考上海语检定，找人帮你写推荐函，帮你准备好一切，送你上飞机。我是这样对你的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如果你真的爱东强，你为什么让他去他不想去的地方？现在台湾人在上海不如以前，你有体谅过他吗？啊？有过吗？你只是不甘心罢了。我是不甘心，你凭什么？就凭你大陆千金嘛，就凭你爸有钱嘛？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啊？别傻了，他爱你的钱。你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啊，我说错吗？你和东强的8年，我都懂了。但是我不在乎，你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好不好？你看清现实吧。懂个屁呀！这种烂人我才不屑要，谁要谁去捡。我今天不是来要回他，哎，我是来看捡破烂的到底是什么德行。你倒说句话，他这样说我，哎，没有人应该为你的幸福负责。就你这德行，你一辈子嫁不出去，活该！好，我就看你们可以幸福多久。输了就认输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么没有风度，好不好？我没风度，这好不好？何东强没品味。何东强，你倒说一句话。好了，你们2个可以不要再吵了吗？你不要在那边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如果她是你说那种嫁不出去的女人，和东强有责任，你也脱离不了关系。告诉你，何东强这种人，自私自利，见利忘义，他会这样对我，以后也会这样对你。好了，你也一样啦。你不要见不得人家好，在那边当背后灵。何东强的心早就不在你身上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会看不出来吗？还拿钱去倒贴，什么跟什么啊？
难看死了！你如果真的够恨他，你有本事开车把他撞死啊！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你以为你在报复？你其实是心里放不下他而已。你以为你8点当女主角啊？百戏拖棚，你成熟一点可不可以啊？你有资格说我吗？一天到晚就自己臭，你不叫成熟吗？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喂，哎，你们等一下，我还没讲完呢。哎，请进。哎，你前女友这样说我，你都不管啊？哎，你知道我受多少委屈，你知道？你听我说，我们婚礼延后。你开国际玩笑啊？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些事情吗？还是因为不是前女友？我从小就是一个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的人。我为了要让我妈高兴，好，所以我去当班长，我去选模范生，然后我做了一堆样子，我甚至作弊，我还偷拍考卷，就连最后阿松，我都没有机会去救阿松，我就变成我爸口中说的杀人犯。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跟我们今后没有关系啊。那万一我真的是一个虚伪的人呢？我跟你在一起这一段时间，人家在背后怎么说我？你知道吗？他们说我是吃软饭的家伙，说我是靠关系的人。你难道不想要知道答案吗？晴晴，我爱你是真的。可是你爸爸是公司的董事长，也是事实啊。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想一想。你应该也不希望你的老公是一个为了名利才跟你结婚的人吧？就算一点点，应该也不行吧？所以，这是为了我们，我必须要诚实的面对我自己。但如果你这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的话，你怎么来面对自己呢？其实依我看啊，直接让我爸炒你鱿鱼就好了。炒鱿鱼？开玩笑啦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因为这些理由的话，我真的不会同意的。而且对妈妈也不公平，说对不对？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对。其实你们都一直莫名其妙，刚才还叫我大陆新娘。不要理他们了。对不起。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对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要从基层再重新做起。子飞，唔会吃到晓出几条当潮歌吗？你无忙个唱歌，叫公司太个样贵重点点，忙个就唔低啊。唔过全部本年13年开，唔怕啦，就够戏啊。
东歹势啦。唔是推给的费斯里啦，与咱无关系。我喺讲阿强嘅事情，我没有唔错。其实我一直都动脑筋，出事情给你，我身体冇乜爽快。不过阿强调试很难。印尼燕，印尼燕，起来啊！我要去上厕所。可是我是女生呢。哦，叫你来就来啊！废话那么多。死外了，啰里吧嗦的。快一点啦，我很急耶。我不是外劳，我妈是嫁到台湾的，不是来帮佣。哼，说那么多，你外劳就是外劳啦。你们这种人哦，就是笨啊，笨死了，手脚又慢，搞不懂你们在想什么。奇怪，来台湾做什么啊？浪费我们的米饭。哼，哎，停啦！你如果要跟我一起进男厕，我也不反对啊。哎，胡智慧，我要大便了。好啊，我来啊。哦，快一点啦，我快大出来了。好了，哇，笨手笨脚的。哎，体育老师说去操场集合，快点去。周小燕，你怎么还不去啊？我头有点晕，我想要休息一下，不然我等你好了，我再跟你一起去好了。可是今天换你拿球哎。是吗？是啊，上星期老师说的，快去啊。哦。很慢呢，快点啊！周小燕，时来不出去啊！大家伫个忙唔到嘅时间，我三毛人唔到看下圣诞。圣经东歹势啦，只非尤其很13年开全部嘅基因。好啦，一下就過去咧。要去哪？你还回来干嘛？这是我出钱办的婚礼，为什么不能回来？不是给自己难看吗？别管我了。那你来这边干嘛啦？你坐这里，在这里休息。我不要啊！你不是要河东强还你钱吗？钱都在这里，你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数钱啊。干嘛讲得很爱钱啊？好，没，你不爱钱。你不要管我啦。好，不管你。4万。阿姨，因为照俺讲哦。阿姨，来呀，来带你炒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要
早弄好了啦。怎么酒疯啊？呀，好奇怪。谢谢谢谢，好，你们请。好，你好。嗨，我潘旭书啊。你是？我知道15年我可能改变很多，那我就是潘旭书。你也长很高啊。不好意思，你认错人。哎，林如云，哎，很唯美，可能啊。哎，下次要认人的时候先看一下名字啦，你这样很丢脸呢，家以为你是变态啦，别人瞪你，真的很丢脸，长高，你是林如云，你是周小燕，不是听说你转学出国了吗？哎，怎么回来了？林如云哇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真的好久不见。我后来转学去澳洲念书啦。哦，这样子。今天他就回日本去工作了。我知道。好啊。然后现在回来台湾工作。走啊！现在有结婚吗？还没啦，那你帮我介绍啊。我们不认识里有几个年轻的黄金单身汉，改天介绍给你认识。好，可以啊。你好。哎呦，干嘛这样子看人家啦？你是林如云？不是啊，我是李如云啊。我潘旭初。哦，潘旭初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记不记得你说过我很臭？啊，有吗？啊，我以前有这么讨人厌吗？啊，我真不知道我有这样子说过哎，真糟糕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真的不记得我有说过这样的话哎，哎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我看到熟人了，等一下再聊。潘旭初，你还好吧？喂，你还好吧？好屁呀！差太多了。干嘛啦？安慰你呀，怕你会想不开。想不开？怎么可能啊？你有看到他吗？怎么可能会是林如云？我花了15年，我每天保持在最好的状态，就是为了等今天。我今天早上特地喷的香水。笑什么笑啦？干嘛？你好臭。小姐，你鼻子有问题吗？我喷的是香水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你喷太多啦，太香，变成臭了。每天为了那个林如云喷那么多香水啊，结果反而把自己搞得更臭，有意义吗？笨蛋！讲我啊，你自己，人家场子闹，这样很好玩吗？又不是为了好我。糗逼！你刚才跟小燕那边笑我，还笑？真的很好笑嘛？不好笑吗？你自己凭良心说。小燕，有出去着喏。嗯，对耶。你做对人来天数准备洗漱的东西无？哦，好啊。好。哎，等我。
阿人讲，你写出去偏数题都写出好的咩？啊，使我睇下呢，咩嘛个写出啊？迄可以做钱用的啦。有，你有较卫生啊？有，那样时嘅态度嘛，学到话多嘅呀，啊样使我较高级啊，出彩啊，咩怪。唔对嘛个呀，也还个无强用的，韩哥，佢迄也是球，唔迄态度嘛。好，不怕。没事。啊！我在。好了。你看我啊，不要哭嘛，哭了就变沙皮狗，到时候没有人要哦。也还好吧。你好怪哦，而且又很好笑，很久没有这样笑过。而且很香。你脑袋被震坏了，一下香一下臭的。是香是臭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觉得你很好。飘燕，音乐吗？好了，开声一点。哎，吵了，呀，先走去了。来，来大边下，来看。来，会动土吗？还有那边啊，同款啊。那片有吗？啊？留下來，冇事情咧，留下來啊，冇事情咧，留下來，排死啦，留下來啦，冇事情咧啦，留下來啊！阿爸，說你眼先做迄無卡空空啦。啊，顯示上做啦，以後做好我咩？其他沒有事。顯示上做啦，留下來，老弟們，要冇事就閒着，以後做好，排死啦！以後做好我咩？留下來啊！老弟們，上來啊！忙事就是這樣啊，唔好意思，唔拉朋友咩？老弟們，阿爸，安志軒。啊？謝謝啊。安志誰？哦，安志誰？咪咩唔希望結婚多啊？係嘛？幹吧，阿爸出來，一切搞定，有我在。來，表演以後做我結婚呢。來。唔怕啦，你哦，輕鬆抽一做咩？好，這個那邊沒做對啦。家過來哦，鐵桶安泰喏，嚇死你啊！當叫冇讀到啊！哎呀，當叫冇讀到安泰鐵桶誒，一年有啊？一年較少啦，哎，一年冇安尼啊！來，大家吃酒。何仔，
娶媳妇怎么没有请我啊？你怎么来啦？我想你呀，我带了祝福跟礼金来哦，来看你嘛，也看看大姐啊。你说要娶我进门的耶，我总不能不先来拜个码头嘛，对不对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拍谁，赶快停了！打。今天是我儿子的婚事，我可不想节外生枝啊。你放心，我跟何仔交往这么久了，只是来讨杯喜酒喝。这个酒啊，你不适合喝。不过说起来啊，是我要谢谢你啊。我们家何先生啊，他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又没钱，一身的糖尿病、高血压的。是你不嫌弃他啊？如果你有空啊，你就多陪陪他啊。反正啊，我儿子结了婚之后就要搬到上海去了，我也难得清闲，正好趁我现在还走得动啊，可以出去走走看看呐。对啊，你有空也可以顺便过来帮忙打扫一下。我打扫。何仔，说句话啊你。我要说什么？他们大家都有喝酒，说话不算啊，不算。这样子，何先生，你何不就跟他一起回去好了？你们俩好好说清楚，这样最好。这是好什么好？我儿子今天结婚了，我是主人呢，我没有在这里怎么行啊？对不对？爸，我没关系的，真的。那你明天要来找我哦。好了，你先回去，拜托你。明天不是 Linda 吗？对，明天是 Linda。Linda， 谁是 Linda？ 谁的 Linda？ 哪里有 Linda？ 你谁是 Linda？ 哪一个 Linda？ 没有 Linda， 哪里有 Linda？ 那他说什么 Linda？ 我怎么知道谁是 Linda？ 你讲清楚，你解释清楚。你不解释我不走。他们乱说的，没有 Linda， 好不好？你先回去，拜托你，拜托。解释清楚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不好意思。来，我敬大家。拜托，我明天一定打电话给你。你明天打电话给我，你明天不解释打给我。哎呦，落去啊！来，过來，來，先啦，來啦！啊，講大街。回来敬酒啦！哎，來，飲酒，來。哎呦，尿嚟啦！啊，掉了！死啊！來啊，司機話來，我奶結婚了，太喜事呢！來，見下，來，唔使客氣，啊，只要1000塊哈，去間宴咩哈？老闆娘，你唔太有錢啊！慳子少啊，你太小心了。哎呀，阿娘，按叫恁1年聽講開某間公司啊，好冇？也1年哦，好進步呢。哎呀，東都公司全部自動化呢。回收廠我們窮喲，回收廠哦，都1年哦，都有名呢，所以可記啊。對，捱幾耐啊？有啊，在哦。係哦，捱幾個月都冇啊。他就講佢嚟到台灣啊，你去台灣做嗎？是回收廠很好啊，回收廠有什麼不好啊？很奇怪哎，你係咪1年啊？好，然後培珍，演不一張音色的新的朋友。哦，新朋友哈，有喊去1年了哈。好，我沒去過1年，真的哈，有空一定去找你們玩。好，大家一起來好不好？對，歡迎。謝謝。我下拜啊，再來啊，看太假啊。還有就總統嘅母體啊，嗱佢以前嘅回收廠嘅梯哦，想買鐵啦。係，唔過我都台灣硬叫磨彩嘅，10年還少啦，佢用太假啲馬莎上去買啊。哎呀，介紹一下，冇問題，搞本啊，這個啦，我讓介紹。好，後面有一支嗎？有馬彩，來，走，來。爸媽，我敬你們一杯。好，來。
以前是我不对，我太任性了，以后要多多关照。嫁到我们家，就是我们家的女儿。好，来吃，谢谢。坐坐坐。哇，那嗰度是堂堂梯房哦，都冇天呢。哎呀片，哎因為有天哦。哈哈，廿點，唔做唔抵嘅哈。係，用。我啷講？係，廿按多啊，玉石環保嘅講法發天呢。啊你哦。嗯。有冇談過嘛？談咗嘅喏。冇談過哈。誒，冇談過。冇談過，我啷小記啊，做係阿爺呢間公司開嘅。哦，安尼哦。嗯。哦，安厲害哦。哈哈哈！我講唔啲啊。係啱啲啊。誒，人叫嘅公司都係啊，講咩自己？印尼。未見過印尼噶？哦，啱喎哦，係厲害哦。哎呀。哦，按進步我都唔啲呢。唔知啊。用天唔是錢，唔是用到台天啊，你樣辦？我講好似好唔好了，唔是嘅呐。哎。夾菜啊，唔使客氣啊，唔使叫，來啊來啊來啊！朋友，大家，朋友，我們敬大家一杯。哎，今天真的很開心，雖然有發生很多事情，但是都好好的，謝謝媽。哎呦，謝謝媽，謝謝爸。哎呦，幸福咗，幸福咗，係嘛？幸福，哎，容易哦，容易。我實實用孫呢啊，用孫呢朋友面啦嘛，係嘛？嗯。啊，坐定。子飛。唔會知道我懂 baby 冇？乜嘅 baby？其實都係我開嘅，講我拉勇敢做好嘅，我真見動腦阿重，幾件結婚眼。所以啦，傅子飛，2013年佢全部嘅經驗按到年，我應該讓佢講下爭錯。唔可以啦，原來大家心底都肯定變咩？我呢事情過去嘅，真嘅喏。算見啦，就像總體人嚟講嘅事情係意外，唔是俾我心底度。不過按當年真見動間困難。唔是講唔過嘅啦。希望唔講，幫緊我實。想唔到，冇安尼啦。我有一隻信念，我眼年呢度冇辦法做到。唔啲唔出兩係聽數。好啊，唔講啊。阿爸媽媽講，我同咪咪知啲買聽。唔過其他飛要動到喺呢一飛。我想哦，留佢添埋起來，規劃一個使用中心，出嚟天數是有天數嘅人，行過出嚟人係咪食過嚟照顧啊？好，冇問題。孔人热，孔人热，苏大明呀，妈，苏大明呀，妈。媽，媽，媽，宋大明呀！
方，亚国嘅铁桶阵容挖ขึ้นใน未来偏好，有六件白起，老25年前嘅9年一太铁桶相差唔太。你真的决定不做了？不再考虑看看？不用了，我妈需要我照顾，谢谢。要不然你跟我到仓库，帮你留一些吃的，好。哦哦。这个，这。开机。哎，啊，你讲笑啊？唔免讲笑啦，啊，亮啥？你讨论啊未来空间的规划，啊，啷个？这只铁棚啊，天窗还有一只做的生意头的铁棚。啊，还有，你个规只废橱窗啊，全部要用吃盐镁的，对不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有需要去印尼吗？我要前地主的关心号啊，不可能替我变动用的呀。前地主下礼拜回应你。什么时候要结婚啊？nice。还没有那么快，我先提供啊考试张作业。哦。交作业。OK。哎，你们来试试看啊。哎呦，培珍做的哦。这是法式巧克力脆饼，这个呢？看水果啊。喂，我们想说去机场之前先绕过来一趟，看一下你们。你们来试试看。哦，是喽。这什么？先看看，培珍做的。怎么样？好吃哎。哎，你也休息一下，来吃个点心嘛。那是水果。好吃哦。谢谢。哎，你上。哎，你啦，天窗做了2只地方，变做一只称赞的地方。退山啊！我要擦汗了。来吧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你回来了，3号了。来，过来帮妈炖菜上来，等再吃好。来了，好，来坐下来一起吃吧。哎，老公啊，今天我觉得我炒这道菜有点咸呢。我看看。儿子，来试看看，试吧。没放盐巴，你看，你爸在笑我。胡志伟。胡志辉，谢谢。动作快点，没吃饭呢，要快一点。
痛啊！